台南的夜市一直是觀光的焦點，其中在林森路知名的大東東夜市，在迎接開春新的一冬，特別邀請東區9間國小1000多位學生發揮創意進行彩繪花燈，在夜市內採取一排一排燈牆。26號暗時，在眾人的祝賀聲中正式點燈，向前點光夜市的招牌。永葆童心，結彩綻放，請點燈。在這裡借由我們現場。我本身也很喜歡埃及的歷史，還有他們的繩子。所以我就想要畫他們的繩子出來，表示對台灣的祝福。這畫歡迎2026，很感動，很開心，因為大家可以欣賞我的燈籠。這項創意彩繪花燈主辦單位以光的囡仔甲夜的城市作為主題，詹順良基友會甲議員鄭志傑服務處嘛到協辦，同時規劃優勢夜市的民眾掃描 QR code 進行投票，最佳人氣的前10名，也有1000塊的夜市抵用券，而且所有參與彩繪學生也有機會摸彩，獎品相當豐富。夜市透過花燈的美學，加上美食的吸引力，期待吸引親子攏來高觀，再創佳績。這個大東東夜市辦這個燈會也讓大家家長跟小朋友都來這裡看自己的燈籠，製造了很多的人潮，這個是對經濟很有幫助的，讓我們的家長也開心，讓我們的攤販也開心，這個是一舉兩得的表現。台南的夜市文化是真濟民眾自細漢的記憶。這擺活動首次將夜市甲校園結合，讓學生發揮豐富的創意，將夜市的鬧熱畫在花燈頂面。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